唔知大家年30晚食團年飯食啲咩呢？我就好想好似機仔同 Joey 咁，獲得御廚一哥親自招呼，大餐價值26,880蚊嘅鮑翅餐啊！哇，隻鮑魚啊真係好大隻啊！因為咁，機仔仲幫佢起咗個名叫阿凡鮑添噃。嗱，嘢就食完啦，當然要問下 Joey 新一年有咩願望啦。Joey 就話之前拍戲方面未得到好滿意嘅成績，所以嚟緊嘅虎年就會努力進軍影壇。虎年嘅大計呢，就係希望可以再比牛年更勤力啦，咁自己踏入人生嘅新嘅階段啦，因為今年都30歲啦。咁我諗又要再努力啲去開拓新嘅階段啦，希望有好多嘢都係一啲新嘅發展啦。拍戲又仲係未得到自己好滿意嘅成績，咁我都覺得係時候好認真咁樣對待呢一樣嘢。至於機仔咧，佢就話演藝事業將會好放心咁交晒俾公司，而佢間鋪頭方面就會開多幾間分店。咁今年就舊年演藝工作咧就交託晒俾英皇噶啦，非常之放心。咁啊喺設計嘅工作上面，今年因為舊年嘅聖誕開嘅，年尾開嘅。咁啊，所以今年係一個之前嗰個 opening 做得好好，即係嗰個頭起得好。咁啊，今年就一個分店已經係開㗎啦。其實今年預計起碼有三係 total 3間嘅。咁機仔你除咗工作以外嘅愛情方面，又唔知點呢？而家係俾工作包圍晒我。工作以外嘅嘢冇其他嘅計劃啦。結婚啦，未有計劃啦。未到呢個心理嘅階段。有時啲嘢我永遠唔講得咁實㗎，即係有時啲冇人知嘅緣分啦，有啲嘢係冇得計劃冇得計算。最後啊，機仔仲自度咗一對 get 戀勁俾自己慶祝虎年嘅嚟臨添噃。本人好有事業心，婚姻大事慢慢斟。多謝。